李卓人，你呃人，李卓人，你呃人，李卓人，你擺明就係我哋香港市民啦！講埋晒啲荒謬嘢，真係火都嚟埋啊！根本嗰3個已經定晒中央個調子，最多講話，你哋乖咧，我第日會改，信你都多餘啊，信你都多餘啊，信你都多餘啊！即係你有袋落袋咧，你就更加冇得抗爭，冇得抗爭，冇得抗爭。哦，李卓人，你終於講出心底話啦，就係想政改過唔到，你就可以一世搞抗爭，就係要做一世嘅反對派，所以你就呃人要大家袋一世1200人，有冇搞錯啊？講咗 N 次，李飛主任講到明，普選方案都仲未實施，唔存在修改嘅必要性，即係話你通過咗先至有機會改。如果你唔袋，成世1200人咯。唔該聽下市民講通過政改啦。縱使知道呢個制度未必係最圓滿，或者大家心目中最理想個，但係如果你唔行嘅話，係永遠都行唔到嘅。唔該泛民唔好再顛倒是非黑白啦。通過政改於反對派無損，但係對支持者有利喎。如果真係追求民主嘅，就俾大家一人一票選特首嘅權利啦。醒少少啦！